无等的本错的话，迄唔会变成唔会冲过嘞，可能哦。全世界你看，应该没有几个人说主持人在访问他还坐着。有限时间，烦恼又忙活，早不感冒，晚不感冒，这多或这比赛时间感冒。比赛型流感。三姑娘啊从啊，心无改咯，错过的心脏，脑热倒里腿，脑热向下来。啊！你们也紧张啊！对啊，哎呦，残忍呐！双量礼拜 PK 赛哈，双败兵 PK 摕了6V 参赛朋友，哦5V， 5V 参赛朋友啊。那要5V 爱吃一多 V， 根本要 cocktail 一 V，cocktail 一 V， 也就一个你很孤单，傻逼兮的要这样走出去门外。对，你看个面相，比较衰面。喂，有会煮面的啦，冇水面。马上来进行今日比赛。啊，咁就先來介紹一下評審先生啦。來，起司比先生，起司比先生，姚小傑先生，總比先生。先油腔一 V， 在那節目當中接出現，他幫所有這個線上的大牌歌手幕後合音，合了很多的經典歌曲。是。今日做油腔都起到舞台當中唱國本他個唱。好。俺呀，他個幸福啊。但他今天要合音還是要唱主音？這當然是主音啦，開玩笑。好 ，OK， 那我們兩個合音。他會唱得下去嗎？我怕我合得不好。那我怕我合得太好。好，我講總比先生帶來歐洲嘅海。歐洲嘅海，依舊無人做來，航渡新嘅時代。歐洲嘅海，點情嘅邊古代，上頭免去頭擺，頭擺。祝您航過天順路，頭擺祝您開過太沙谷，頭擺無人記得嘅頭擺，一步一步經行經出。山那個馬蟲，好像那快樂，無險了負重啊，無奈嘅海。太陽路馬好像那流退咧，地了幾時那有心迎來。頭擺祝您航過天順路，頭擺祝您開過太沙谷，頭擺
山那公马冲，后山那开嘞，莫向了浮冲啊，无奈嘅海。太阳路马行，后上那流台嘞，地了几时那有心爱。谢谢。哦，有一只头发，一只。来，一起，哎，手举起来，阿妈手举起来。去。对，神，没真的。没有拍 C，哎呦，在这个他一零开口我都缺点不知道要讲什么了。对呀，完全零缺点。你让我唱，让我太无言了，真的。拍 C 在两位唱将面前啊，我都帮你和声的，帮你和声。对。这个没想到那个，哎，你看和声老师他的歌自己的本身的歌唱功力这么的好。谢老师，你帮过多少个大牌歌手？对呀。对呀。哦，过往的跟现在的。过往跟对以现在前呢？哦，其实真的很多啦，也很难都数不完，大家有没有加起来都100个以上？应该有哦。应该是有哦。国内的歌手， 500个国外的国外的歌手，对，还有配都有音，对， 500个有。还有卡通人物，卡通人物。对帮卡通还人物有那个一些配过音动画电影，对很多的那些音乐啊，都是他唱的。真的很厉害。最经典的有一首是歌，哪一首？谁没人讲？啊，是因为安江，哈哈。做嘛给？我来叫一声小姐，你到底爱的是倒一个？爱唔迪啦，就是他啦，就是他啦。声音有变吗？经过40-50年的声音有变吗？没有40-50年哇啦， ，40-50年啊！嘎哒嘎哒，一那是比一干。那条国黑1990年，真的蛮久了。老师来唱高一下，这个像嘎唱都这么的淋漓尽致，真的这么的完美无缺。哎，有乜个建议不呢？学员哈，其实亚叔我走给海，我听过很多的参赛者从亚叔沟，对。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其实它是一个在形容这双鞋子，所以其实如何唱出来，马上让我们有那个画面很重要，对。真的，你刚唱的时候那个画面好明显，对，因为它那个故事就会进入到里面。对，你那个鞋子，它在，那双鞋，他想着啊，头掰，去哪里？头掰怎么样？头掰，一次一次，然后想到，哎呀，那个堆一步一步一步，所以我会头掰，然后我一步一步跟行跟出，会把它降下来。对，哦，真的有那个粗的那个味道，真的是。哎，起伏。对，其实这首歌，我觉得两首歌最困难的就是画面。你把那个音。那个音你把它唱出来，其实不难。把唱到那个鞋子真的很脏，然后真的很臭。应该是说那个谁，周星驰穿的那一双已经烂掉了。就是个很有故事的鞋子。哇，谢谢，真的懂后的示范。我也学到了，真的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啊，下次有机会再来冲啊！好，你这些，谢谢，回坐休息啊，就这样。啊，有看到吗？哇，这个深藏不露哈。来，进行级别比赛啦 ！TV 有唱多的，从香曲带来天梯人间。来谈个啦。大家好，今日係呢拜步复活赛，我先天梯人間耶穌各位的挑戰，有西安強、海陸強、歌詞。已經非常的有名，拿來挑戰，希望做的挑戰成功，做進來鬧熱大擂台一個舞台，大家人同我加油哦！
千山彩云间，朝朝云雾水连天，云雾水自海烟，天天地地两相连，天地间人生变，唔好美梦一生，娘黑天也黑天，只好顺天满人间。向眼来看苍天，水年来论世间，穷来生富贵有天命，理顺间，好好靠天，我爱地天，地天困间，关键已甘固，人人富贵乃好天。向眼来看苍天，水年来论世间，穷来生富贵有天命，理顺间，好好靠天，我爱地天，地天困间，关键已甘固，人人富贵乃好天。就请哎呀，对，嘿，哇，卖面少，卖面手。你平常自己家己煮面的时间，我你进煮完进冲过。进冲嘛。铺餐的时候都冇法度啊，都要緊做，佢都冇時間沖過。佢講1分鐘都要出幾多碗面？ 12碗差唔多。 12碗。你最高纪录哦，最高纪录是你玩的呀。嘿呀，没都就是客人拿餐的那个速度都是刷卡嘛。啊，1分鐘他們大概就是可以看到是12個。 12碗。哦。啊，我煮面煮的30人年吼，那個面吼表下去有熟冇熟，重量冇上咯。哦，用手感呢，手感。像伊買煮用買乜嘅樣，篤一下啲底啊，一道斤一道量啊。像一碗面拿回去1道量，4兩半，4兩半，每一碗都4兩半。哦，精準呢。給懂多人讀多人，哇！你下面很好吃哎。我下的面很好吃。下的面。啊。唔係，因為1分鐘12碗，啊有上司嘅佢冇菜吧？冇菜？做佢冇限配的時節，阮夾老太醫啊。冇提夾拉通常都冇人夾嘅。係啊。 1分鐘得5、6碗呢啲啦。啊，都茶一般嚟咯。因為我下落杯開店面嘛，吼，啊我原本嘅科學園區做員工餐廳，我自家有一個駐點，啊我一般差唔多2年、3年，如果不有問題啦，廠商啊，啊我唔是續約，因為你做多呀，做14年了，做14年。 14年。對呀，員工餐廳做14年。哇，都是真材實料啊！嗯，對對。今日緊張嘛？未會嚇。失敗哈。失敗啊！講真的，5味啊，7味，7味，拜拜。係啊。唔怕，窗口搞如何啦？這位老師，
准备唱到样板。好，香港这阵以后，今日这首歌曲，坦白说，其实有点难。头前唱的吸烟，后背要唱海陆，哈，你歌本来就有难度诶，这是七言绝句的形态哦。那你每一句，你用不用强用的时间？出特长诶，譬如讲有一句“娘黑天，也黑天”，哦，较软的喂，好，你迄自孝顺贤万人见，你真有阿弥陀佛嘅感觉，对嘛？当然，因为人自家歌嘅，係冇？唔係林展毅老師嘅歌嘅嘛？嗬，你係咪要落地作詩歌一聲？係嗬，還有你個人嘅地方，六個地方，天地乾坤間，你兩個個人都冇上去。还有最尾一句乃後天，你要下唔去。古所講定期嘅時間、限購嘅時間，我自家提講我的 range 可以做到哪裡，好冇？還有我知道你的氣係你冇足，可能緊張嘅關係，我練一下。因為今日到你比賽，你 CV 老師、CV 先生會較嚴啲嘅，好冇？當然今日幾條歌嘅堂迄度係你當好堂啦。好，加油哦！謝謝。所以加油，拉我係一家師哦。你看它自動放棄，所以你們唱穩一點哈，就應該沒有問題。他很偉大哎，他拉一個字啊。是啊。很偉大。我還要看一下分數啦，哈，好來看一下。啊，總項曲嘅分數。謝謝老師。這分數看的是很不差哦，90分。有幾個？唔會挑大嘅分數，還有幾分？謝謝。不要放棄，好嗎？好，加油，好不好？謝謝，安志姐，沙克力。李金元帶來吳青夢。嚟，等我啦。上禮拜呢 PK 賽，我本人淘汰，結果今日到咗嚟復活賽。所以呢，我特別選了一首我替拜唱的《無情夢》。我希望耶穌歌嘅呢，能夠帶來俾我嘅好運。我會繼續唱下去，我自家信心我會增加。按姿勢，謝謝。
情梦，梦情梦，留恋又何用？安子 say。哎，金元之子。我本身吼嘛，青好那种类型的旋律。哦，听到有点像酒后的心声嗰種感覺吼。尤其那種金魚姬那種歌聲來唱吼，哦，滋入味啊！安子 say，安子 say。但是金魚有感冒呀？有。感冒。鼻子過敏。哦。鼻子過敏。流鼻水。這個講法都對嘅，講法誒，從這個金魚加韓電影，誒，金元姬嘅上用怪怪，你就知道嗎？我是唔知啦，我是唔知。我知道是吧？鹹鹹的感覺。鹹鹹。緊緊的感覺。冇咁慫哈。對呀。係咪今年一拜不復活會緊張？對，還是你們還是會緊張，還是會緊張，會緊張。還是你又要自動放棄啊嘛？我想講，哎，土生意的去磨汗。對對對，自動放棄。順的嘛？唔係騙人的，我做保姆，保姆。哦。哎呦。有做保姆，有做保姆。對。我會教，我會教嘅。我老爺講行，我全程都客家。客家話。我今日會創業書歌，我還沒演飛機呢。做乜嘅喏？因為細時間我同我老爺聊天吼，聊天，我忽然之間佢都告訴嘛，我就唱《無情夢》嘅3隻詞唱出來，佢就聽到夢啊，婆婆無情夢係乜嘅？我講佢係一首歌啊，像一首歌有乜嘅喏？我唔知我用嘅演技啊，一首歌係乜嘅喏？結果出來我就唱兩句俾佢唱俾他，我乾脆就唱俾他。結果一下哦，3本意思講，第一句坐下等佢就講無情夢，無情夢，留戀又何用？係啊，兩歲字嘅，關於要記憶帶嚟，草門大家彈啊嚟。仲兼跳真水，很聽水啦，很聽水。啊，你一條歌嘅創體嚟，你彈線上嚟公平啊你。詩慧老師。啊，金元姬，其實我喺上學就比賽以來啊，其實係大家輕喜歡的一種嗓音哈，特別有磁性。還有另外咧，人嘅大音嘅部分啊，其實因為人嘅大音本身就動好嘅，所以感冒嘅感覺咧雖然有，啊唔過也冇影響幾多。還是很穩。係一穩啊，啊唔過因為唔切甲共鳴點，啲人嘅口腔全部吞到後背去，所以聲音就冇按量。所以可能按你唱的時間，有陣時想要唱出高音的地方，本吞咗去以後，所以人嘅聲音就冇按明顯。你想要表現到，你自家想要有嗰種太細聲嘅表現的時間，你自家就會看那咁多，所以人家高音就冇按講。夢想否一勞永永，夢想是一切生活。你喺講唔好上一個共鳴法，人喺麥克可能我嗰個拿強調嘅，係我嗰個拿強調，哎呀，調整彈喺度，唔上去唱嘅東西，嗬，安尼應該就會較好，嗬，嚇，就大部分牙齒都係以後啦，嗬，好，謝謝。好，來，見真章的看分數。啊，你永遠的分數。很殘忍啊！已經兩個同分，後面會不會3呢？會不會五個都同分啊？我要再比一次，給他再比拜拜吧。哎呀，嘛，先搓，心理準備了。冇，先旁邊搓一下，因為迄個是講，會不會3比分數有較高？兩位同分，還能有平常的討論啊。好，安子生，還能有幾比，還能有幾比。謝謝他們哈，謝謝老師。等下來，撒來。李文賢帶來金出嘅心。來聽下啦嚇。感冒好了嗎？有更嚴重的感覺。我家還有小孩，你要小心啊。對，我家還有老人哦。那今天我一個人站在這邊主持好了，為了不出。哦，你想多久？沒有啦，開玩笑啦。無等嘅本錯嘅話，
还没变成不会冲过嘞，可能哦。全世界你看，应该没有几个人说主持人在访问他做。又到了我们败部复活的时间啦，那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不陌生，因为呢，我每一次只要遇到 PK 赛，都一定会面临被淘汰的命运。那这也代表着我不会因为挫折而放弃。那我希望大家可以为我加油。是风姑娘，花落人天又来到，梦魇土绵绵拍松山头青微看，林天公强浪风，微电归山风，你答应天天秋转甘寒又定错。你给阴阳含黑的心头莫生气，不知爱拥抱相依，书信思念期望送本你的小暖，千言万语伤伤记记。梦底下几段心的寂寞来去，土上风又点乱，老心意相冲，寒梦都阴线，背面用一束秋风，林天公又添乱。故事无奈看，你又讲过点是飞转，骗你撒仙多。你给阴阳含黑的心头莫散去，不知爱拥抱送你，书信思念。千言万语，伤伤记记，梦底下几对心的寂寞来去，千言又万语，伤伤又记记，梦底下几对心的寂寞来去。主持人好，评审老师好。哎呀，条歌真的很好听啊！哎呀，是上礼拜感冒好了吗？还没，我觉得有更严重的感觉。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怎么办？我是个大病毒。你家还有小孩，你要小心了。啊，对，我家还有老人哦。老人，我老公。那今天我一个人站在这边主持好了。为了不去，你想多久了？没有啦，开玩笑啦。我是为了不想要传染给你们。啊。哎呀，最近唔单吃啊，你节目比赛，哎，他现在还跟那个谁，那个熊克自己抢生意。真的吗？没有啦，他也要开面店。我是拉面店。你们要开分店，开到那个？开到林口，他总店是在宜兰。总店在宜兰。对，然后就是开一个分店在林口。哦，那就不是那个了，不是那个日本，那是什么？是宜兰，不是宜兰。豚骨的吗？不是宜兰，不是宜兰啊！搞错了。宜兰。歹势啦，搞唔错的啦。哎。所以我要去品尝一下，99块。
好，俺们面王哦，俺穷些是面色都太哦，哎呦，对，最好你的拉面里面加一点油葱酥。这是阳春面吧？那是客家味道，客家拉面呐，对不对？特制款呐，那是米苔木吧？米苔不一样，蘑菇用啊，蘑菇用啊。有几味爱吃辣的哦，拉面真的好吃的哦，那可以吃好几碗。好，那一笔先生，你到底是？刘老师。文心好哈，那跟我懂口惜啦，就是说哈，今天哈这个歌选不对了啊，对，它的律动，你是从头到尾都唱，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对。虽然你讲唱那个切点那部分是你个人的风格哈，这个歌第一点就讲这个你的咬字错太多，第一点就讲它本身原曲它是有带律动的，有韵味的，所以你不能什么西风过什么鸟发落。就一段，你都切得很大段，尤其在副歌，有点副歌，你给营养，那基本上你只是把它想办法把它发完嘛。你给营养，含黑的心头莫散去，唔知爱拥抱相依。你的实力非常好，但是我觉得很可惜啦，就是说这个部分听老师的部分，听下相国会是你最大的致命伤。好，加油。好，那刘老师，那他的那种舌头方式的共鸣呢？要摆前面一点，还是要摆后面一点？基本上他舌后80%他都在前声部。哦，他前声部，但前声部就是在舌尖的部分，但是他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想法，就是说你是口腔中平。就口腔中音，口腔中音它并没有用前声部的声部，所以这个要再特别注意一下。所以空有很强的力，但是不会有声音的律动跟这个温柔的感觉。是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来，看你是立文婷的分数。谢谢老师。是这个分数怎么了？GG 了，还不一定，后面还2个。你觉得后面那2个？没关系嘛，万一真的淘汰的话，先淘汰的话，就好好可以准备怎么样卖面啊。对，然后定价位。对呀，定价位。对，然后定一个牛哥的价位，再跟我们联络一下，发邀请函给我们，好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，谢谢主持人，先坐着休息一下。好了，下来。来，可带来健康经验。来后堂。一摆我爱唱嘅歌曲係王志贤留3片塊嘅健康經驗，盡心盡遠。盡心盡遠的意思就是越來越遠。我想講，其實當到人哋人生嘅路途上，聽錯會拄到當到悲歡離合嘅時間。在同一個時間，同時覺得懂歡喜，很高興會有新的開始，但是也必須要面對更多的分離，不管是像是畢業，或者是離開了這個世界。那我很希望我可以在前輩的這麼我覺得非常動有意義嘅歌曲中，尋到屬於自家嘅可以更輕撫嘅方法。我爬到杭州港門以後。一路上嘅風景都被我擁有，我把頭把你吉他慢慢飛走，高速三城市也不要多，驚行驚人，驚行驚人，愛驚行驚人。表白給朋友，愛驚行驚人，驚行驚人。感應愛有夢頭，各種改掉，
como es. 大直跑大头，高岗全部都来来，隔壁嘅姊妹講愛到台北做明星，我是天台嘅路口，沙里馬街都見來見人，見愛見人，見行見人，愛見行見人，熊熊中嘅路，見行見人，愛見行見人，跳擺嘅朋友，見行見人，愛見行見人，熊熊中嘅路，見行見人，愛見行見人。爱发抖，要谈颜色以後，人生都嘅風景都會冇擁有。愛發抖，把人吉他慢得飛走，隔山城市也唔會有到。熊熊中嘅路，見行見人，愛見行見人，見行見人，見行見人，愛見行見人，跳擺嘅朋友，見行見人，愛見行見人，熊熊中嘅路，見行見人，愛見行見人。哇哦，好聽啊！卡斯講見無等的本錯的話，你係唔會變成唔會唱歌嘞？可能哦。俺平常時間去比賽啊、表演嘅時間啊，就有自家帶俺自家嘅專屬的唱嘅燈呢。這個是你一個特色啦。特色就是從一個卡斯菜有一個安全感。安全感。其都冇安全就錯嘅嘞。一旦你又覺得好像沒有依靠。對。哎，你坐等呢？坐等，哎，是不是坐等？啊，有上是數半夜哈。誰來朋友？誰來陪？迄個安尼好啦，啊坐等的吼，看唔會有靜脈曲張啦。全世界你看，應該沒有幾個人說主持人在訪問，他還坐着的。而且啊，沒有啦，有兩位阿杰啦，然後他也坐着的呀，李佩清有沒有？坐得坐。哎，他會學你。沒有啦，亂講，他那個難好不好？嗓音有點像那個王志平他女兒有沒有？王若琳。嗯。那上愛彈甜心。不會啦。甜心。不曉得啦。客家界的王。拜託。來，愛怎麼唱？愛經行經呀，經行經呀。然後嘞，經行呀。好了。奶奶來談公平咯，公平，健康健呀，來談公平。雨喬，來唱，願唔願意唱歌 ？OK， 願唔願意唱歌哈？我最喜歡的一個地方就是你的低音，不容易哦。哇，今天低音整個共鳴，哇，好像在念《Oh My Baby》。因為。我們常在唱歌，我們知道我們聽過的歌手非常的多，像你這樣的一個年輕的年紀，有這樣的低音真的不多哎。這個部分我真的是沒話說，覺得真的很棒。但是我有一點點的那個疑問，有一些歌詞，你是刻意把它
放颠倒，或者是少唱什么吗？應該係捱衝唔錯。哦，衝唔錯了啊，衝唔錯快太嘞！但是很有意思，因为我们常觉得你做一些改变，所以我自己以为你是做这样的一个改变，所以我觉得很有特色。对，但是之前哈，我记得我有老你讲过，就是你呼吸那个，我是在常常有时候听，因为你整首歌哈很长，所以你每一句的呼吸都。如果你有办法把这个部分把它改掉，我真的觉得会更好。你要不要去治疗一下？那个是对啊，进步。那个鼻子通，鼻子通啊，是鼻子的问题吗？也会啊。很严重吗？那应该是太累了，所以唱歌也会打呼。雷霆惯了这样。我一个朋友还自己在那边睡觉睡一睡，然后还是被自己吓醒。我應該冇在睡的。天哪，你真是这个学真很像是我的枕边人哎。这样可以播吗？没有，这个打呼每一个人都会，不管男男女女都会啦。因为太累的时候，或是睡太沉，真的。所以你不要让自己太累，你要好的状况来唱歌，不然你一直唱歌一直打鼾不好。对。来打鼾。所以是过敏吗？还是你也不知道？没有，我可以看医生。因为我戴着耳机，我就一直被那个干扰。对，但是唱歌的部分，我真的觉得今天让我觉得很享受了。对，加油！看一下分数，好吗？来给我分数。小赢一点点。文心。文心的脸还是，哎呦。你就期待下一位看会不会唱错。他应该准备好，那吉他已经拿在旁边了。好，恭喜你。過關，因為真係希望後輩做啲改變當中，講因為歌曲問大家聽。對，會回去檢討，好吧？對。OK。好，下次歌詞要記好了喲。真勁，喂。對。那你專屬坐上去，我幫你推回去。你這要裝輪子，你要裝輪子。什麼？沒有啊，你要這樣，像那個阿給啦。抓不。愛誰你哦？你很好 Q 哎。对，现在有形象不行。体力很好。我已经很久没有搞这个东西了。那个留给年轻人。对。来。好嘞，什麼？再比。快拖回去吧你。好來，撒下來。劉飛乾帶來《夜公公》。等我啦。夜公公守在老，根本你愛人變都無一樣。我要謝謝小康老師。真的？為什麼？怎麼說？他給予你什麼歌唱上面的一些啟發？他講的那個話，我就覺得想哭。沒有幫助到你。涼風中要參加比賽，唔是揾認真，冇去比賽吧，嗨太太啊，唔願叫就差唔多80分啦。要比賽有81一出，我都要俾95、100，但是滿分就1000啦。大家好，我係劉飛乾。今晡日我唱嘅歌係邱心怡寫嘅《夜公公》。呢條歌對我來講是從到嘅寫我自家，不過因為佢係披薩嘅創作，所以我會用好實猛嘅態度來唱呢條歌。嘅今晡日我希望到底攞披薩嘅歌唱到唱自家寫嘅歌同樣，希望大家。
天丘伫背强线的船的，爱对强下面喊的。天表地马的世界，爱尽行尽人，心中。新蒙台这个。哦，有一位好错点点的歌手，嘿嘿嘿嘿嘿。哎，这首歌真的唐二有发面哈，等于发面一条歌。对啦。替一斗拜听的节目当中自弹自唱，要一斗拜嘞。第三。累了，可以的，好，像第3次还是第4次吧？提上班提上。咁过亲手啦吼。对，一般用我上我自己用系啊。一个方式来参加咱拜不复活。因为俺是都对俺来讲，从古到从早生下过系就同一件事情。可是俺当讲嘅是，如果我一直唱自己的歌，俺是。没办法有很好这个冇可用嘅东西做出来，他係講從披薩嘅歌，我係知道，對我嚟講，我會變披薩，所以我唔係邊個彈拼音嘅歌嘅，所以我會講，我學習拼音嘅種感覺啊，我唔會講我變拼音，我自家提示。應該係講我會講。唔係愛一個，可是愛又會驚愛變披薩。我今比佢唱一條雖然拼音嘅歌誒，但是。可是你有想哭的樣子哦。蠻想哭的，對不對？想哭的原因是什麼？上回是 PK 賽的時候，我本身是想講係貓是貓啦，因為我想說輸就對，因為我想說輸就是輸了嘛。對呀，我一直想說就沒關係。算了，就不要來比了，這樣。然後我就星期一禮拜天轉移動天和白日應該是就腦袋比較清楚，應該是頭下想講，
我做伊比赛嘛，我做伊比赛，我从嘛个歌的。对啊，你按后堂的歌曲啊，就是想说我从嘛个歌的。按咱们歌数你无来比大爽，真的啊，安尼来先谈一下欣赏贡品，哪位欣赏？诗慧老师。诗慧老师来。慧清哈，亚述歌的啊，虽然讲底部有一部分的歌词，这个有跌脱。呀，我一听到坦白讲，因为也系比赛。不过呢，我宁可选择我的感觉，我的感觉。所以其实唔记表现的方式跳脱了邱信怡。好，有去甲刘慧卿嘅样咧。所以我知道你做了要做比赛，虽然讲有讲自己很挣扎，你要不要回来？不过呢，对我来讲，要种勇敢，你一定要记得，要种嘅勇敢一定要记得，因为入舞台可能唔係，入舞台可能唔係本大家就要按多機會嘅，你去甲要珍惜，你自己要珍惜。就像雨乔，他唱错一大段，他这么坦白，其实他可以不要讲，没有人知道，可是他选择讲。为什么？因为佢勇敢。所以我希望讲，你的勇敢绝对不要在这个舞台上迷失，你一定要回到你自己原来的地方。唔管去唱偏人的歌嘅，也去唱七界歌嘅。我要唱偏人的歌嘅，我要定要上升，我唱唔好。唔讲我要怪七界，歌练习就好嘅。可能叫字叫我就歌练习就好嘅。嗰今日主人讲我。丢垃圾丢完，我再回来，我还是继续扫地啊，因为垃圾还是继续有啊，所以你还是要继续扫，所以你不会因为你今天倒了一次垃圾，明天就不用倒了，所以有很多的事情你必须要一直不断的 repeat。所以我希望讲，更加多的勇敢，你哋在舞台上一定要本切个清醒，可能有常识会有瑕疵，我们会给你多一点严厉，可是那个严厉你要记得是我们给你最真诚的。我们绝不说假，你只要记得这件事就好。安之 say。所以唱歌就是像倒垃圾一样。要勇敢。对呀，我要谢谢小康老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怎么说？他给予你什么歌唱上面的一些启发？歌唱不可能吧？还是他什么欺负你弄哭了？因为我很。茫然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，我到底要唱什么歌啊？然后我就真的就讯息问小康老师，我说：“老师，我可不可以听你讲评一下？”哎呦，小康老师给你怎么？他说他讲的那个话，我就觉得想哭，没有帮助到你。有帮助，烂透了。有帮助，因为在比季赛的时候，其实老师有说过，他说如果你不要躲在吉他背后，你可不可以唱歌？可是小康老师说没关系啊，就把吉他背回来。你纵使你选的歌没办法弹吉他，或者你不想弹，你背着你有安全感。就像雨乔有个椅子，他就很有安全感啊。对呀，反正就勇敢喊走下去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虽然有落掉歌词，今天为什么他就在紧张什么东西啊？就每一个都落掉歌词哦。就金云姐姐以后好像这个会连锁效应，有没有？哦，会传染，像那个是金云打哈欠一样，带赛就一直带下去。哎，不要这样子，拉低水准。好嘞，来看一下，虽然有辣词哈，但是欣赏本期的一个分数样板来。刘飞琴的分数。女孩子。恭喜你，你真的要好好的唱，好吧？也恭喜留下来的安尼所有的参赛朋友，恭喜你哈！安尼今日要流行歌去组织比赛的，安尼看成弄组，好，好吧？哎呀，多谢 CV 先生，谢谢。
中央的拜不复活的比赛啦，哦，系啊。可能较多年了吼。也有6位，系啊，有6位的参赛片。像在选美哦。所以今年的中央，才4位。哦，才4位。才4位，哎。2位。2位要变淘汰，迄个是同伙内发，现场要讨论啊，哦，系啊。好，加油哦！好，安尼这个加进来安尼传统组的比赛哈，来介绍评审。好，他给欣赏，录音欣赏，来认真欣赏，真民主欣赏。好啦，欣赏介绍的安尼先抢一位哈，泰式级的哈。泰式哦。哇，泰式，咩国宝级的哈。哎呀，最近嘛出了那个新专辑啊。哦。安尼唱来认真欣赏哈。好。哎呀，来带来精彩的表演哈。好。来，看看啦哦，赞哦。中灯结彩喜洋洋，龙吹五毛真相当，粮食点皮刘风中。富贵万年长，人生啊，不是老路梦，路啊路梦，体啦身体就爱健康。爱呀爱健康，誓言太低多清楚，东哥是不，东哥是不，哎呀来保养哦，来。保养啊，说法不同的错，既然下巴你内多，就像练武功茶泡。山高也是你的梦，用池水相通，罗兰多恰老神梦，没有的人讲安之些，感激心意一般苦。叔公，哎呦，叔公，反璞的意思係乜嘅？反璞的意思就講哈，其實喺度嘅客家山歌哈，918條條呢哈，其實係當有意思嘅啦。所以講我反璞嘅意思講，希望將佢哈返璞歸真啊，恢復到最好頭擺嗰種當嘅嗰種原來味道啦。因為像人家講唱嘅嗰條歌嘅哈，幾乎喺西拉係冇唱嘅呢。當少唱啊，哎，也唱乜嘢話？哎呀，西妹歌誒。對啊，小跳什麼西妹嘅唱啊多啊。對，
词那个改贴，改个重心的话，你仔细的话，大条就做，因为让人希望当个传下来的歌的吼。唔免讲古天，有乜嘅古天嘅詞啦，就像三太跳樣嘅啊。對啊，三太腳跳都向中央咪，你既然對，三太腳跳可以按嚟去發揮嘅話，其他就小跳冇古天嘅，除非有鐵天嘅，就像比如話有慢人弦也合作為講，譬如話發電水啦，係，佢都冇前提拿波嘅啊，記住嘛咯，有主題嘅歌曲，對，要一種專輯，你是一條歌嘅呢，真上歌詞他們是調歌也可以做3條。哦，你用咩數3地，兩地啦，對，係啊。等陣想講，哎呦，佢既然吼忙實出啦吼，我忙實出專輯啦，我忙實出專輯。按支撐按嘅呢？唔係，因為我特別啊。一1年的歌就21條，係咪？啦，唔係，也係個大部分吼，我想講。所以也底部歌嘅當到啊，吼，係嘛咯，完全就特別寫咧，忙是上司唱歌啦。我想我全部拿嚟用嘛咯，改個歌詞，我寫寫歌詞，也底部歌詞全部係我寫再重新寫過嘅吼。老師講21條歌，21條歌要拍 MV 冇？冇，因為吼我也嚇冇拍 MV 啊。我呢個教授可以叫你係我去做model 嚇。就嚟，對，就嚟拍。冇啦，講真嘅，今後真的今年係個關鍵時期，對嘛？黃金期，對嘛？本來一啲6V 啊，你敗部復活嘅場，所以就學員有冇鼓勵下來咧？已經心情。其實啦，好嘢我就講，以我自家觀點啦，因為頭先我也必須出來嘅人啦，吼。呢個必須呢，其實書唔是講呢，書我家因為同佢隻二本貓啊，那以前啊，我講啊，以前冇一生人就養，一天爬呢幾百，個個要跌下來，請你跌下來中間啊，嗬，唔會跌至到當到嘅感覺。所以你我講，一條啷一大條要本嘅條嗬，因為各位朋友嚟比賽嗬，千號呢做乜咯？要參加比賽，唔就會認真，也就像乜咯？所以我特別講，啷一大條氣質。有冇歌唱訓練班？歌唱訓練班也係嘛，宿舍呢訓練班，一禮拜2禮拜你就會配1條2條歌詞哈。有比賽我鼓勵一條學員多比賽，比賽中間你就會認真，就像考試咁樣嘛。假使講前面學到嚟冇去比賽嘅話，嗨太啊，唔研究就差唔多80分啦。有比賽有81、81、100，都有冇95、100，但是滿分就1000啊。同好經驗嗬。哎呀，總是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因為懂經典的懂真。其實咩係？上禮拜我拿到嗬小冠軍嗬，我見嗬公嘅我嘅你嘅空發片嘅片。真係啊？有拿獎牌嘛？冇含錢啊！打算。人工嘅可以標到面上頭，以後用，做乜就撇下啦。對。哦，安子生呢？安子生。什麼先生？賽歌美女啊！這樣，不過就幾位多謝大家，多謝。還有這個董事堂都從小跳過嘅。安子生，弄反腳太大，弄古董片看呢啲。這樣子，好麻煩的。我咱認真先生，上禮拜啲神筆彩茶戲嘿，哇！哎呀，禮拜佢真勁從深情款款的在唱歌。厲害，擘開東西出來，真係。是全的。強數。好，今年好，馬上嚟進行比賽。好，開始嚟哦。開始哈。TVB 分享陳偉強帶來3個字。禮拜係我第一擺參加演出賽哦，雖然今比有到人多，不過我會好好把握禮拜嘅機會，希望做得拿到好成績，等下順利嚟過關。
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我讲记哈，你不要冲黑狗呀，你不要冲黑狗呀，好，就有的标准动作。哎，害羞。系啊，好猥琐啦，哎，好少出来啦。好少出来啊？对，好少出来。今日就出来咧。我咪好少出現我要比賽啦。啊，所以有套節目你睇被比賽節目嗎？啊，錯。真的啊？係。我不會冇比賽過全部。冇，來老一大擂頭了後，又去參加過一擺比賽。做老一大擂之前都忙着去參加另外。冇啊。就點入卡了。係。哦。錯。哎呀，安了擺做批擺就貢獻本人老一大擂頭。錯。哎呦，什麼你呢？所以講來安尼節目比賽咪動幸福。係動幸福真嘅。用版講。哦，安了擺來參加有舒適的空調。對，對不對？對，很舒服。璀璨的舞台，董獎，好吃的便當，還有豪華的樂隊，對，還有很多的車馬會，還有安德評審先生，人的指頭，頂尖的評審老師，對，真的，你係董浩的先生啊，錯噶，我有舞台一般都很獎，係，我今年對還有很獎很獎哦，跟諾貝爾有，對。藝術始終係很幸福啊！做睇到了會創高啊！阿妹係咪上副本嘛？啊，要參加。阿妹啊，要買上副。參加係要掉。要分啊！要分到啊！要。結果比如講買一兩三1000的人，結果負責一般般啊！啊，真係，然後有珍珠項鏈，有金條掛的，有施華洛世奇的，這才有。好啦，禮拜有了機會，我希望我當歡喜。歡喜哈！啊，會緊張嗎？會，你拜唱個安尼，來咱的敗部復活啊！人家上禮拜你一轉過去啊，吼，有乜個秘訣嘛？必勝的秘訣。冇乜秘訣啊，是人多研究唔好。人多，其實上來了，人都唔會好。跟到估好來哦，即估計啊，就因反覆啦，一下好，一下唔好啊。哦，但是今日談還好啦，上海動了，辣咧，很動了，很動了。來談一下欣賞的公平。他欣賞什麼欣賞？好，你莫講之哈，帶來一個三個字哈，雖然講嘅復活賽唔可以查啦哈，但是我看今日相當緊張咧，因為要問咧。係拄到錯人去面前，啊，嗰日嘅速度已經準啦，所以你該發揮嘅地方並冇發揮出來，嚇要見一個有個天氣都有老人身上，老人他點睇，我想我奇怪兩樣嘅唱法，嚇老人身了傷啊，唔記到位就吃到有個啊停頓啦，嚇就停頓了一下。老人身其實你猜今日人本身的影子並唔係講我當差，可能完全係你自己緊張。好，唔是緊張，既然嚟比賽，盡量不用輕鬆，一成績會較好哈。好，加油加油哈！謝謝，好，嚟分享個分數。陳偉強嘅分數。好，先生。做得啦，做得哈，係啊，應該冇乜問題哈。恭喜啊哈！什麼？講講哎，在邊啊？謝謝。好嘞，好嘞。林美美帶來平板。嚟聽啦哈。婆婆要多吃飯，你看那個美美吼，什麼都吃呢，你都營養100啊，你看吶，什麼高都沒有，她就只怕自己的 key 太高。有限時間，很多又蠻好，早不感冒，晚不感冒，這多好的比賽時間感冒。比賽型流感啊。當9以前我又來了擂台比賽過，之後我當3萬人進練過，所以兩擺又到轉來擂台比賽，不容易比到了年度賽咧。希望今日大家人來加油。
对美你好，老师好。亚种年纪的身材保持到安尼算以后了哦。唔会啦，痛屁啦。唔会，安尼脚人度清好看。系啊，佮唔咩皮啦，佮那个人讲脂肪比较多的位啦。太爱吃了啦。干咩就痛皮啊？脂肪比较多。太多好吃了，现在。你也是美食主义者。对呀对呀。嘿哦。我也是作为现在太多东西好吃。你没有忌口就对了。怎么忌口？唔好讲酱油三高啊，嘛嘅。我没有忌口嘞。我没有忌口。吃不懂中啊，其实懂得应用。以前哦，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啊。冇食啦，你啊又食人又忌口，肠胃好都有尽量吃，真的系啊，尽量吃。我妈妈咪以前你讲哦，你胆固醇太高哦，因为以为冇乜嘅东西冇食烂到。太白是主用是唔得多。对呀，哎呀，你还又是是多的位。我觉得我应该把我婆婆介绍俾你。我讲婆婆吼，那一碗饭吼。是唔到半碗嘞！哎呦，我讲痛皮。我妈，她现在在饭面从来没都是冻豆呢，也是一点点。那不吃是我煮的菜不好吃吗？怎么都不吃，对不对？美食团是冻少啊，会吃一点点，是不是？我婆婆是我们闹热打擂台的忠实观众。真的呀，真的。你 video 吼，刚才斗上几句客家话，他是用斗上啊。丢手，就是要跟我用客家话交流，所以有看到人家大擂台，然后他嘎发，那婆婆亲有心。妈你好，到底是哪里啊？对啊，婆婆要多吃饭。你看那个美眉吼，什么都吃呢，你都营养100啊！你看呐，什么高都没有，她就只怕自己的 key 太高。就是又憨还是宠狗哎。这 key 太高可以宝宝的宠狗啊，是宝宝宠狗嘞哈。对呀，母是宝奶有力好宠狗啦，母力好宠狗。好，来，看今日冲动用版，躺一下先生讲。尹老师。好，今日咪媒体者吼，你从下咧评判，先来讲你个上任，公司才应该上任，真紧动奖，吼，韩国呢你。讲话嘅时节，让你创嘅时节，嘅上任嘅表态有冇强用哦？从起来应该贵属歌曲，同起来当量。不过我生意一点就系同起来会下降，系讲你习惯从安歌，咁你就会调整吼，你贵属歌曲嘅表态嘅时节，台上台上去控制，唔好全部留去变到动台上，吼，按样去按你同起来嘅嗰种。感觉就唔会天天歌词去做你嘅感情，吼，所以歌词系讲写到安好，你会攞佢表达出来，吼，韩国你可能真紧动紧张，所以你嘅上任嗌你弹起来，吼，虽然亮，唔过动轻，吼，可能有人可能唱起来咪动轻，安样因弹起来就动为你紧张，吼，用班讲嘅强弱。表达出来，应该感情让做得表达。譬如讲，应该第3季吼，爱来唱的冠歌，爱来哟唱那的，有冇？另一篇树木也是下写上，咋个起来学冠哦歌那，好，咁讲你量。动量上运动奖，唔讲应该强弱冇表达出来，因伊弹起来就单唱唱歌，听冇感情。也就系你贵属歌曲，我本伊个建议，吼，冇讲是在你。之前冇按紧张的些唱到喊下好，吼，所以自家会克服紧张，加油，什么嘢？谢谢。你全部讲系讲到，哇，肉味又菜丝味又凉味又本黑多嚟啦，爱调试啦。来看分数，你咪买分数。90分，
很做得啦，很做得。算及格啦。很做得，哦，因为也开始今年也安尼淘汰赛以后啊，复活赛他欣赏的我们看严格，好。这个是好事情。对呀。就代表你们很厉害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。来入补。没关系。OK， 好。回去慢慢练歌。好，好，谢谢，加油！你做的播出，好，谢谢。专业当中，下来。陈淑贞带来老山歌。来，弹过来。崇拜 PK 输脱嘞，但是礼拜我要请3万练歌的哦，我礼拜要挑战我韩世东小创的老山歌，希望礼拜该败不复活，做得顺利过关。山歌，梦来丢那，将来了。有限时间。客家新曲，客家新酒，可能因今日唱歌会较紧张。紧张哦，听得出来哦。阿妈你紧张哦。哦，当然紧张啊。比之前更较紧张哦。就今年安尼比赛赛制，哈，6位啊，蔡4位，还有2位要被淘汰，所以就强要被淘汰，所以就紧张，知道？各有很多有蛮好。也就真的要靠运气啊，没办法。这早不感冒，晚不感冒，那多好的比赛时间感冒。比赛感冒。哎呀，也是这个谁也帮不了你。比赛型流感。比赛会紧张一点，抵抗弱。来，唐先生来公平一下，好。来，先生。陈淑贞是哈，你今日唱老山歌啊？其實天啦，剛剛做咩講唐人生咪吼，唔係強生啊，強生啊去啊吼，變咗乜呢？人生嘅嗰種控制啊吼，就有一啲啲咧，有冇？不當變唐嘅是強啦，那點樣呢？第三季嘅有限時間加減唱，幾多加下吼，尤其唔知加減唱啦，幾多開始啊吼，當明顯嘅吼，生就屬強嘅啦，哦，有一啲變咗為嘛？為抖音啊，為呢？有限时间，加减唱啊！
个人是一个小小建议哈，像你讲法2季嘛，客家山歌哈，然后呢有限时间。有限时间就将当腔讲法，老山歌就将讲法表态嘛。所以呢，我是建议啦，迄个你这个叫人家有限时间，有限时间就顺顺的当腔当顺啊。但是呢，客家山歌就好话唔是个客家山歌，变咗嘛咯，条条去做嗰个假诗那唱，讲法甲下冇人安尼强调啦。所以呢，客家山歌同样有限时间迄个，假使安尼运用的话，人一条山歌会当顺的嘛。所以讲唔是讲特别强调加诗音。因为讲法本来就会有语音变调，而且老山歌就会讲法延伸出来嘛。你像阿峰哥，伊唔会唱老山歌嘅，佢就讲法强调，然后唱到。所以讲呢，人家克服啲嘢吼，冇必要特别去修饰一个诗音，唔必得平板山歌字，所以要唱到4张同音。老山歌去唱讲法。迄个讲法出来延伸出来国话法，然就走，而且讲法嗰种方式来唱出来就唔是特别去刻意去嘛，刻意去讲去做个特韵啦。像有限时间啊，都说很顺哦。但是客家山歌嘅係話客家山歌變咗要做解多韻，呀，我是說，迄個個人啊，因為講，人唱有限時間按嚟唱就好嘅啦。加油哈！好，安德西，謝謝。陳淑子的分數。61分。目前第1名，所以應該冇問題，係嘛？先坐好嚟，等好消息。有問題咩冇相關？唔係啦，唔係啦。坐好嚟。恭喜恭喜，謝謝。我哋撒下來。彭玉琴到嚟平板。嚟等啦嚇。大家好，我係彭玉琴，我今日要唱係平板，呢一首歌係講從山歌係非常快樂嘅。我希望老了快樂嘅心情分享俾大家，大家人加油哦！太感好，有前几年好啊，两位主持人哈，唱起嚟衣服嗱，叫乜嘢？哎呀，還好還好，唔可以見狀嘅感覺。冇有。佢存嘅你一筆陳水平雙禮拜嘅賴前言啊，可以老師級的結下不解之緣啊。對對對對，沒有冇講法咧，冇講法咧。唔雙禮拜做到幾咩？比 PK 添咩？係啊，啲哎呦，結果王呢？係啊。你上一拜唔係有一拜17幾嘅時間有？對唱嘅時間啊，要唱幾唱幾多天數呢？係啊。啊，結果又一拜又唱啊，上禮拜唱啊 PK 阿薩要符合，本來今年不對，所以。
感觉起，哎，又比不太就哇，没有啦，来泰国就会想去拖油瓶啊，要跟他学习啊，跟他学习。哎呀，对，唱歌啊，系啊，今日冲动没吵，我反上转去，我跟赖清阳见面。海军妹妹，希望都留下来 CV 哈。来，安尼真民主先生好，郑老师。好，玉琴小姐你好。老师好。你唱底下按吉定音色的，就先唱歌的时间。哦，几场面按用人吼，唱费钱无输多用按用人，按白白按。韩国那个歌声做得这个哈标调。这里你的声音应该真好，要按盆嘛，要按盆做的，这个较放地位，相信啊，唱出来的声音，会比今日的还好，加油好嘛？好，好，谢谢先生。有请的分数。谢孟先生。恭喜哦！恭喜，谢谢，筹稳了，系啊，在边然后筹稳了，按住先，按住先。我所以90分的迄乜嘢，加90分的迄。妹妹啊！妹妹啊！妹妹90分啊！妹妹衰睇嚟係咪？我有妹妹千大分哦。妹妹。啊。係千斤重呢。哦。沒關係哈，後面還有2位，好，還有2位，哦，來沙雷阿 V 嘅。曲蘭帶來3個字。來，彈啊啦。無按了改啦。等於出聲嘅無限啦，又特別唱落。你看懂佢啦，反正比賽都會學夠咩，輸就輸，捱專業捱一心，也唔會艱苦啊。反正還有呢條路，突出咩？用牌用踢啊，這冇乜嘅真爽咯。他亦冇咁樣，幾準。而家本身叫聽到公司。大家好，我今日要唱嘅係3個字。意思是講上台唱歌冇咁簡單，來啲鬧熱唱歌係那冇簡單，大家嚟唱下加油。上台了。帅哥你好，老師好，大家好。也一兩禮拜親人整天練唱歌的啦，對。日夜唱，暗夜唱係咪？
无啦，等于土生的无限啦，又烫热窗咯。啊，你土笋的哦？有啊，有哦。嗯，笋的甲本来的身躯啊，无按好啦，就要上班啦。哎呀，好婆婆。冇办法啊，有一个有生意有工资的时间，啊不要哦搞太讲生意，要讲生意啊，以后我冇带哦。交代我哟。没啊，但是我同讲，穷样啦，生意係窮嘅，窮落去以後，佢睇下你無限，你聽不聽數低下嚟嘛？錯。哦，因為土筍呢，因為衝山國的阿媽，輕強。但是佢看懂佢啦，反正一比賽就會好高咩，輸，我專業也心也唔會艱苦啊你。反正還有啲條路。土筍呢？好啦，看今日創作樣板嘅，即唐先生嘅講。先生。好，叫咱知吼，唔叫咱有志人，有志人啦哈。你是不是坐那个位置的人都会这样？有樣哦。好，其實哦，前面50來講哦，伊今日人表情動作做得真好。在你表情方面，唔好講只有動強。但是可能差別就在兩個嗓啊，你在替戲嘅時間，上台嘅嗓子就多少爛爛。上台了唱那歌啊。還有你在最尾嘅時間，嚇，還愛條路邊跳出來，一條邊是哦，唔唱，你講唱歌，你講較阿沙啲地位啦，哦，冇講像愛釣魚唔敢釣樣嘅。哦，就有多少有吃到個冇清純邊跳出嚟到嘅地方，但是整體來講，基本上係以後哈，再加油哈，加油！先生，老師。基本五台姐吼，創界我想車先生講嘅也係我嘅想法，不過吼，我係講嘅就係按農業，其實你可能有點樣緊張，個才緊張嘅咧。動案呢就表現到吼，當平常唔會失傷吼，所以我想可能真緊係你身體啊，係能夠影響到。不過其實我感覺啦吼，根本嘅安樣應該比賽，其實為了所有嘅參賽者講，唔單淨係比你唱嘅好啦唔好，安樣呢係一個壓力嘅比賽，所以就會比你嘅壓力吼，分數嘅上圖有幾多。好，所以我就係本到建議，平常時冇按緊張。我想呢，你都係講冇按緊張來講，你都要嘅表現清楚，會比根本嘅很下好，很下高分，是嗎？謝謝老師。好。好，按你做嚟夾看分數了。哦，嚟看曲蘭嘅分數。就拿對了分嚟。救生衣服，冇問題。係，恭喜啊，先恭喜你啊！危險危險的。好，危險啊！在畢業當中走哈，危險。哎呀，其實沒有你92分，你前面還有啲90嘅，有啲91嘅，嗰啲非常危險。我那個侵犯咯。啊，好嘞，來，請咪咪啦。廖肯玉帶來3個字。躺好了。想不到經驗這麼豐富的我，居然進入敗部復活賽，那就把它當成是一次練習的機會吧。今天我要用3個字重新重返舞台。
大家好。今日用板用读啊，这无乜个真爽了吼，读啊是不紧张的，因为咧。啊，伊无强用，几准。伊迄本身球看到。新球哦，上礼拜。嘿。无代无志啊，出到你。输定用板啦，按当然好笑嘛，出到赢系啊。出到轻松。比 PK 嘿，攻心。攻心。没有啦，最近由于送办啦，所以哦，送办哦，月初的时候，送办做嘛个啦？系啊，我嘛用上啊。所有地啊，比赛比赛爱讲一送办，香区那边对，姐姐夹个传堂啊，去天数啊，对啊，所以香区姐姐唔免讲诶，因为全部出闹热大里头比赛去个天数嘛，一开始全部来比赛哇，个点好无人，无代无志看去天数，系啊，我辞职好嘞，辞职呀，辞职嘿。台湾人要做啦，对吧？从国外娱乐哈，对，欢喜最好诶。来谈公平。好啊，来，那边先生，赖燕真先生。廖琼是今日创的哈，其实63年之间啊哈，谈到一下来法哈，唯一啦哈，喺我谈到都看无按强上的上啊。吼，限起就讲唔错咧，比如较稳嗰样咧，就讲上个控制啊，较可以个呢去控制啦。也就一种经验咧，就讲迄个是因为讲甲阿峰哥人家有讲怎样个去鼓励伊，因为讲输有嘛了不起呢，又唔要石头剁姜，懂嘛？输就输啊，这样子输放起来，安尼样才会有嗰种价值啦，所以。前面一直谈到也来法，我就感觉到讲，去个本身，对个种所谓讲上个运用啊，吼，比较较稳啦，啊，所以呢，你讲出到啉菜哩啦，佢就唔水啦，哈，我是有听人讲，你差到1分咩，佢就拄到强嘅吼。其實也唔係講安尼就會輸得一樣啊，我是因為講限喺平衡去個所學嘅呀，來到一條比賽，其實唔是講講。慢人講嘅咧，唔好講講慢，你就講你去個本身啊，吼，吃菜創出來法，嗰種聲音聽嘅時，講聲同所以呢，我就創門睇個聽，嗰種音質會冇同樣，所以呢，繼續保持安尼法吼，我認為吼，也前途無量。哦，無量，沒有，沒安尼量啦，哈，所以呢，加油啦哈，加油！好，安子先，可以哈，加油的粉，來2球嘅分數。西蒙先生，恭喜你，45分了。哦，没问题，我可以跟彩丽交代。你现在讲话很大声呢，你刚刚唱歌为什么不大声呢？这边也是呢。哦，你现在应该过关了，讲话是大声。我可以跟彩丽交代了。交代什么？来，我至少跟她平分了。她也95，彩丽一样高了哈。一样高，我跟你讲，你到对到她了。你对到她的时候再来，好不好？不要再对到她了，好恐怖哦。还是会。你也贵安尼跟我比，年度会一天要读多几啊，对吗？自己加油啦，好不好？好的。自重。好。不能保重啊，保持你的重量，可以啊，允许，好 ，pass 過關，好，好，好了，謝謝，拜，再一邊等我坐。哦，安尼今日安尼節目到這裡告一段落了哈，係啊，係好唱歌嘅朋友夾夾來報名哦。報名專線0919388398，還有純正天發0227778232。等一下就報名哈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，因為呢，我們多謝辛苦天生先生安子飛。什麼先生？什麼辛苦的長衰仔？辛苦。什麼專業小咖？謝謝老師們，因為呢工作人員呢非常的辛苦啦，太加辛苦咧。大家冇唔記得下禮拜同一時間時間鬧熱下邊台。鬧熱強下台。
声音儿安多沙，韩国树下做了个龙人家，汉西的俩高上高下，唔知过的有几多年，韩国西路变得爱念重，韩国天桥。亲像无人照顾，汉西的俩高热高处，几多春夏秋冬，比个东啊西啊，比个天气，比个安求到俩米个爱眼的。不管行北行南，行到哪位去，行下路府下最上爱转去。比个东啊西啊，都是个个米，比个安言都俩米个爱眼的。不管行啊行，都爱为，福下永远的心独立。上高下，唔知过的有几多年。韩国西路变得爱念重，韩国天桥亲像无人照顾，韩西的俩高热高处，几多春夏秋冬。转移，比个东啊西啊，都是个个米，比个安言都俩米的爱眼的，不管行啊行，都爱你，不下经验的心独立，不管行啊行，都爱。不下永